蘇洵喺《六國論》入面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話：諸侯之所亡，以戰敗而亡者，其實亦百倍。佢認為六國各比秦國嘅土地遠多於打仗輸嘅土地，但歷史嘅真實數據就講述咗一個完全唔同嘅故事。翻開《史記》，秦國嘅版圖係靠鐵與火鑄就嘅。公元前316年，司馬錯滅巴蜀，秦國一舉獲得20萬平方公里嘅糧倉。公元前278年，白起攻陷楚國都城，江漢平原盡歸秦土。呢啲大規模嘅領土併吞，佔咗秦國總擴張面積嘅85%以上。所謂嘅路秦喺絕對嘅武力面前，不過係敗亡前嘅點綴。蘇洵嘅憤怒其實係源於佢身處嘅北宋。當時宋朝每年俾遼西夏嘅稅幣大約50萬兩，呢筆錢睇落好似係屈辱，但僅佔北宋財政收入嘅1%，更不足 GDP 嘅0.2%。相比之下，一場戰爭嘅軍費開支係稅幣嘅20倍。北宋選擇咗一種極致嘅成本控制，反而俾文人誤解為六國嘅重演。歷史唔係文學，蘇洵嘅《六國論》係一篇偉大嘅政論，但佢係一份唔及格嘅數據報告。六國嘅滅亡不在於各地，而在於制度同國力嘅全方位差別。